大家好，依家見到嘅就係最新安裝咗星火3.5認知大模型嘅星火智慧黑板。佢利用咗多模理解同推薦嘅技術，集輔助教育同分享於一體。老師嚟到班房，通過聲紋識別，一句就可以直接進入教學狀態。開始上課。利用聲音作為老師嘅密碼，更加安全高效。打開白板。粉筆書寫可以同步顯示響熒幕上邊，保留老師粉筆書寫嘅同時，我哋已經將資料數字化，響主熒幕上面可以自由改動。基於星火嘅多模態能力大幅提升，所以可以理解複雜嘅圖形同埋公式，仲能夠作出智能推薦實驗，又或者係微課堂等嘅合適材料。同樣有機嘅化學公式亦都可以直接書寫，同樣可以識別出同埋推薦相關嘅教學資源。我哋依家可以睇下教數學科嘅時候，同學有時難以進行一啲空間嘅想像，而家我哋可以直接畫出嚟，由 AI 自動識別，可以填色，以唔同嘅方式展開、收起，可以直接呈現三維同二維之間嘅變化，仲可以堆積、旋轉等，更加好培養學生嘅空間想像能力。擦黑板。今次星火3.5嘅版本升級英文情景對話同埋科學問答嘅能力。打開情景對話。響英語課堂上面，我哋提供口語對話功能。選擇話題3。Hi, it's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now. Do you think so? Why or why not? Yes, I think so. I can read English books. Yes. It's important to know English because it can help you find a good job and travel easily.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? Yes, I had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few years. Wow! How has learning English helped you? 打開奇思妙問。響科學堂上，我哋提供流行科學嘅回答能力，利用學生中意嘅形象回答學生嘅問題。你好，小朋友，我是愛因斯坦，一起探索科學的奧秘吧。你準備好了嗎？黑洞是一個洞嗎？親愛的小朋友，黑洞並不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大洞，而是一個引力巨大的天體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巨大的吸塵器，只不過這個吸塵器的吸力非常大，甚至強到連光都被吸走，讓我們無法看見它，所以我們稱之為黑洞。大家可以聽到愛因斯坦用小學生都聽得明嘅方式嚟答學生嘅提問。停止實錄。可以見到基於訊飛嘅語音轉寫技術，剛才老師課堂上面嘅講話已經自動變成文字記錄落嚟。系統可以自動生成課堂知識脈絡同埋課堂摘要，自動生成節點，幫助老師將來提升教學素質。以上就係星火智慧黑板嘅主要功能，再一次多謝大家，拜拜。